原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今日招你研究跋筊，国情啊，跋筊电视这原来会使讲上，毋是，有真侪跋筊话社会的应用。你想讲，我有当中会当到观众朋友来甲国情提醒。解文说理，毋通讲伤紧，无人去听无。讲到即句听无。咱咧讲话，人若听无，咱甲咱应，咱会甲应翻头，讲听无就跋臭啊！这跋筊话，咱知影，人的言语咱来听用耳孔听，跋筊搁一支牌就会到，咱嘛是讲做听牌啊。结果吼，咱安尼听拢听无，人也毋拍，咱家己摸也摸无，规气变面啦。你若安尼将牌斗调调，我原仔牌互你赢，我规气跋互臭，啥则跋臭？我家己手底的牌拢甲拆掉，人若拍5万，我就对咧拍5万；人若拍1鸟，我就对咧拍1鸟。安尼较安全，就袂放枪，就袂输缴。安尼又做听无跋臭。国情啊，你咧讲卖枪5万1鸟4洞，对，咱嘛知卖枪拢总一枪东南西北。上界煞尾就是北啊北，人讲叫做北啊尾。你若华语讲叫做北风北。北啊尾即句话社会的应用，就是讲代志。已经发展到要收煞，互你外交近，互你外交亮，无再来搁再兵变啦。啊，不过咱嘛知，台湾人有当着啊赢叫以外，又要搁赢话，表面上看起来都无啥输赢，到甲北啊尾，伊嘛要搁甲你吐一句讲，我甲你讲啦，毋通想北啊尾，北啊尾赢家伙哦，我甲你讲，连总18斗2800台，毋通搁讲啊，搁讲你知影讲国情啊吼，真正足兴叫，毋过我是敢若兴看尔，我无兴跋哦。北啊尾就是讲代志已经要收煞，毋过还佫较清惨的，有的一款鸟满足咧输赢，一枪伊偌久，迄着固定侦查无偌济。但是若母鸟18斗啊跋领头，车拼就真紧。所以有的总管地来的钱，本来10万要来拼，结果无限制外卡地济地少，念伊着倒装啊。讲到即句倒装，即句倒装意思就是国情头拄我咧讲，第10万啦，永暗随在恁拼啦。结果伊无甲外卡动啦，外卡有的一手就缀3万，有的一手就缀2万，到尾啊2斗尔，总管以后伊爱爬起来，这个角色爱换别人做，安尼叫做倒装。解说就是讲生理倒啊，所有你投资的金钱放水流啊，即句话社会的应用讲叫做倒装啦。